由國科會、甲哩數位發展部、衛生福利部、甲哩台南市政府等單位共同舉辦的大南方 AI 智慧健康展，12號下午佇個大台南會議展中心來舉行開幕式，由着行政院長卓榮泰親自南下主持，包括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國科會主委吳成文、數位發展部的部長林宜靜、衛生福利部處長莊仁祥，甲哩市長黃偉哲，以及儕位的中央甲地方的民意代表、甲三觀學研代表，攏共同出席，場面盛大。請啟動大南方 AI 智慧健康展，盛大開展，讓我們一起打造一個健康照護的生態鏈，讓 AI 照顧國人健康，共生美好未來。行政院長卓榮泰在致辭時表示，政府為了平衡台灣推動人工智慧島的政策，希望科技甲產業的發展，無擱再集中在單一的區域。而行政院推動的6大區域產業甲生活圈方面，其中的大台南新市區的推動方案，嘛是國家 AI 產業南向的布局上重要的核心。過去的 S 廊帶，現在我們再度發展以台南沙崙為重要的基地之一，來推動整個大南方新市區的各項工作，將半導體、將人工智慧、智慧健康以及各種科學研究的量能都能夠提升，而且更重要，希望能夠技術落地，技轉給民間產業，讓產業能夠轉型，用 AI 的產業來幫助工業，幫助百工百業，加速它淨零跟數位的轉型。這樣之後，我們就能夠從高科技產業的垂直供應鏈全面的強化。但我們 AI 新十大建設的終極目標是要讓台灣成為一個全民的智慧生活圈，每一個人所到公領域的部門，所到私領域的方向，都能夠感受到台灣進入到一個全面 AI 服務的地方。非常感謝我們大南方 AI 智慧健康展能夠在距離我們高鐵站最近的，也就是總統在擔任台南市長的時候規劃的這個台南沙崙智慧科技園區。那在從過去2016在前總統開始，一直到現在賴總統全力來推動規劃的這樣子的一個園區內來展開。感謝行政院的支持，將來邁向 AI 的應用的階段，不管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我們一定全力來配合中央，配合科技的潮流，能夠讓我們的市民以及所有的民眾健康得到更大的確保。這屆展覽結合超過900間的產官學研單位，展示超過120項 AI 智慧的應用，涵蓋着智慧照護甲福齡、AI 健康的監測、主體醫療甲數位健康服務等多元的領域。台灣的 AI 已經正式進入智慧的醫療、長照的照護、健康管理甲個人服務等領域，希望透過 AI 的技術，協助第一線的人員減輕負擔、提升效率，將成為台灣面臨超高齡社會的重要關鍵。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